主后2024年2月17，每日圣安公读经，咱无头前的正头。圣经做伙来听读士师记第6章第1节到32节。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上主就将因交伫米甸人的手7年。米甸人比以色列人较强，以色列人为着要逃避米甸人，就伫山里乌山洞起要塞。以色列人逐遍夜整了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拢来攻击因。伫遐扎营，将迄所在到加萨规个地区的农作物拢毁坏，嘛无留牛、羊、驴甲食米互以色列人。因带精生甲布边来，农业甲骆驼算袂了，因亲像规阵草莓毁坏迄个地区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，凄惨落魄，就求叫上主。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，求叫上主。上主就找先知去因遐，对因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带恁对埃及做奴才的家出来，我救恁脱离埃及人甲所有压制恁的人的手，伫恁的面前甲因赶走，将因的土地赐互恁。我嘛捌对恁讲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所以恁虽然住伫亚摩利人的地，毋过毋通拜因的神明，昨日恁毋肯听我的话。上主的使者到俄弗拉坐伫阿比以舍宗族的人约阿斯的上树骹。迄时，约阿斯的囝基甸伫酒窟遐伫拍马，毋爱互米甸人看到。上主的使者对基甸显现，对伊讲：强猛的勇士，上主甲你同在。基甸对伊讲：先生，上主若甲阮同在，是安怎阮会遮尔凄惨？阮的祖先所甲阮讲，上主带阮出埃及，遐个奇事伫倒位？呾上主已经放杀阮，将阮交互米甸人。上主对基甸讲：你着用你的气力去解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我现在就差派你去。基甸应伊讲：主啊，我哪有法度解救以色列？阮的宗族是马拉西支族中上卑微的，我是阮兜上细。上主对伊讲：我要甲你同在，你要拍败米甸人，亲像在拍一个人。基甸讲：我若对你得到恩典，求你互我一个证据，互我知甲我讲话的就是上主你。请你毋通离开遮，听候我倒来，带礼物献互你。上主讲：我会听候你倒来。基甸就去准备一只山羊仔，用10公斤面粉做无干饼，肉下伫篮仔，用鞋仔堆汤，带到上树骹献互上主。上帝的使者对伊讲：肉甲无干饼下伫即个石盘顶，汤倒出来。伊照安尼做。上主的使者伸出手呢，抓下管仔，用管仔尾吐肉甲无干饼，就有火对石盘倒起来，将肉甲无干饼拢烧去。上主的使者就对基甸的目睭前消失。基甸知伊是上主的使者，就讲：惨啊！至悬的上主啊！我当面看到上主的使者。上主对伊讲：安心，毋免惊，你袂死。
既然就伫遐甲上主起一座祭坛，号名叫做上主沙龙。即个坛到今仔日还伫阿比以舍的俄弗拉。迄暝，上主吩咐基甸讲：你牵恁老爸的牛犅，就是以另外一只七岁的牛犅来，搁拆毁恁老爸为巴力起的祭坛，错坛边的阿舍拉雕像。伫即个要塞顶面，照规定为上主你的上帝起一座坛，献迄只牛做烧化祭，用你所造的阿舍拉雕像做起火的材料。基甸就带10个仆人，照上主的吩咐去做。伊因为惊家族甲城内的人毋敢伫即时做即个代志，就伫暗时做。城内的人透早起来，看到巴力的坛已经拆毁，坛边的阿舍拉雕像互人错掉，第二只牛献伫新起的祭坛。因讲来讲去，这什么人做？因查问了后，就讲这是约阿斯的囝基甸做。城内的人对约阿斯讲：甲你的囝交出来，互伊死，因为伊拆毁巴力的坛，错坛边的阿舍拉雕像。约阿斯甲所有攻击伊的人讲：恁要为巴力辩护是无？恁要救伊是无？若有人为巴力辩护，天还袂光以前，就互迄个人死。巴力若是神，就互伊家己为着伊的坛受拆毁辩护。对迄日起，人甲基甸叫做耶路巴力，意思是互巴力甲伊争辩，因为伊毁坏巴力的坛。咱无头神的镜头，你是毋是捌经历信仰的低谷咧？当时是安怎行出来的？每当你信仰软正，也是行伫生命低谷的时，是毋是有人甲你及时帮赞咧？当你行伫信仰之路的时，是毋是有人值得你信赖，互你拍开心，讲述家己的艰难代志咧？伫安逸的生活中，信仰其实常常互人遗忘，往往伫艰难甲困苦中，人才阁想起上帝。士师记的故事拄好是安尼。对士师记通看到，当以色列人伫太平盛世，过着平安的生活的时，往往搁再离弃上帝，得罪上帝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就搁甲因交点迦南人的手中。当因受苦一段时间，就搁想起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搁再呼求上帝拯救。今仔日的经文显示，以色列人又搁得着无头神镜头，搁再背叛上帝，去拜外邦人的神明，所以上帝就将因交点米甸人的手呢。经文描述米甸人比以色列人搁较强盛，以色列人答辩也证了后，米甸人就甲亚玛力人和旷野的游牧部落来攻击因。毋仅安尼，对立搁损坏以色列人的土产，抢走因的精生，无留半点物件，互因做食物。当以色列人为着安尼向上帝求救的时，上帝并无随时拯救因，反倒甲因交点米甸人的手呢7年久。总是上帝安尼做，并无表示伊等恬恬。当以色列人苦苦哀求，伊就差派先知向因传达信息，谴责因
无听趁上帝陪你伊。当上帝的天使往基甸显现，伊袂禁止抱怨讲：先生，上主若甲阮同在，是安怎阮会遮尔凄惨？当咱落入信仰的低谷的时，咱是毋是也亲像安尼，对上帝发出质疑？为甚物互我拄着安尼的苦难？总是当咱将矛头指向上帝的时，咱是毋是有检视家己的性命？是毋是有背离上帝的旨意得罪伊？较毋是将一切拢怪罪上帝？当以色列人离弃上帝，总是伫受到敌人压迫的时，才搁呼求上帝。今仔日的经文，互咱看到，上帝并无随时拯救以色列人，反倒是甲因交点米甸人的手呢7年久，一切拢按伊的旨意在行。当咱遭遇敌人攻击的时，一定会真艰苦，想要赶紧逃离。总是伫上帝还未出手的时，咱可能爱面对受敌的攻击。若是咱知家己所信靠的是至悬的上主，即时有强力的后盾帮助咱抵挡对敌的攻击，必能互咱赢过受敌。咱若亲像以色列人共款无头神，无记牢上帝恩典甲拯救，当受敌攻击的时，咱就学得抵挡。只有记牢上帝的信息甲教导，咱才会当互信仰化成上强力的盾牌，倚靠至悬上帝的大能，抵挡一切的攻击。默想，当我受到攻击，还是诽谤的时，我会安怎抵挡，还是面对？当我受到攻击，还是诽谤的时，我会安怎抵挡，还是面对？咱来祈祷，至悬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时刻看顾我。当我陷入忧伤低谷，甚至离开你的时，你还陪伴伫我的身边。愿你帮助我伫心板谨记你的应允。我愿意时刻跟对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